生命回顾团体以生命故事访谈甲艺术创作为结构，伫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等地办理灵性课程，邀请110位志工以及130位高龄长者参与课程，完成了600个生命叙说图文创作。目前，这作品当伫咧东区娱乐街西竹围之丘文创园区展出，希望借此呼吁各界关心甲重视高龄者灵性健康议题。银色梦想起飞多元志工创新服务方案呢，主要是要协助高龄者去开启他们的灵性的力量。那灵性其实是一种内在的一个力量哦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啊，就是获得内心的平静，然后也可以度过难关。所以呢，这个方案呢，主要就是协助我们长辈呢，就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再重新去看待自己的人生，检视自己的人生。那从再一次看自己的生命的历程呢，那就可以重新去看见自己的优点跟一个力量的展现。台南市银色梦想起飞。社会局专门委员林义君表示，目前对着社区长者照顾，不只是食衣住行的照顾，现在也更加注重灵性内在，透过长者讲述回顾生命历程，达到身心灵健康甲平和。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社区长者的照顾，不再只是食衣住行的基本上的需求上的照顾，而是更往他的心灵深处去。我们希望协助他们在整个生命的历程的回顾的当中，可以获得心灵深处真正的平静，而进而达到他身心灵真正的健康以及平和。那这些是我们目的。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自推中心，也是这一次的。整个活动的范围是联合的南高屏的各个的团体一起来协助，我也相信说这将是未来在照顾台湾长者的一个未来的趋向。台湾青年社会服务推展协会理事长王瑞洲也说明，这个方案总共办理4场灵性照顾专题讲座，4场灵性照顾志工培力，2场艺术辅疗，6提出生命回顾团体，并展览这社区以及华山金会安南天使站，访视长者以及各单位的志工，将家己的生命故事透过艺术创作展现伫大众眼前。这场银色梦想起飞生命叙说创作展，展期自12月1号一直展到12月10号为止。欢迎市民大众做伙来到西竹围之丘文创园区看展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